谢谢你们的掌声，我全部不接受。是谁的？上帝的，荣耀归给上帝。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我如果不谦卑，神就不用我。我为了神用我，只好谦卑。谢谢主，谢谢夏牧师的邀请，我回到台南来，引起我很多美丽的回忆。59年以前，我在成大读书，我常常跑到你们东门圆环吃小吃，我还吃过棺材板，有吧？现在还有没有？下次我来，夏牧师要请我吃，否则我就不来讲道。我们而且吃什么讲什么。53年以前，我参加台大团契。什么叫团契？团在一起升旗。我是他们的辅导。什么叫辅导？一扶就倒。旁边还有一个辅导，有没有听过这个人？叫周神助，有吧？他害我一辈子。那一天他跟我讲，范大，你看那位姐妹很可爱，我们平常聚会都不看姐妹的，我们从小被人家误导，不见一人怎么样？所以在座都不是人，对吧？一看这个女孩子，一看这样惊为仙女，倾城国色千娇，回头一笑，以上纯属虚构，只是因为情人眼里。以后这个女的现在就是我的母老虎。我家里有3个母老虎，岳母、太太、女儿。我每天回家唱3只老虎，3只老虎。周神助是不是我生命婚姻的贵人？各位，今天早上我要介绍一位可以做你的贵人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活在你的婚姻中，活在你的家庭中，活在你的健康中，让你的明天会。要不要？我们一起来看路加19章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。路加福音是谁写的？快点！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。路加福音谁写的？路加是干什么的？医生整天干什么？看诊，对不对？医生整天写什么？出生证明，只有妇产科。你还糊弄我？你们这个教会奇怪，很多是糊弄人的人，整天写病历、处方签、诊断证明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出生证明，还有一个不要讲什么证明？你们是大嘴巴 ，big mouth。路加用写病历的方式写了撒该的病历，对不对？请问这段故事发生在什么地点？耶利哥。男主角是谁？撒该。我们先讲撒该。撒该什么意思？清廉。撒该什么意思？公正。所以爸爸妈妈把他生下以后，就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？清廉公正，做得到吗？耶稣到撒该家里的时候，大家说耶稣到什么人家里去住宿？恶名昭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山中的贼很容易除，心中贼很难除，同意吧？同意吧？从小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做好儿子，哥哥希望我做好弟弟，姐姐希望我做好弟弟，弟弟希望我做好哥哥，对不对？我太太希望我做什么丈夫？我儿子希望我做什么爸爸？我的孙子希望我做什么爷爷？做得到吗？全台湾大概只有一家人做到，叫郝龙斌。郝龙斌干得再烂，郝市长，他爸爸叫郝伯伯，他妈妈叫好妈妈，他儿子叫好儿子，他太太叫好太太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发现人在江湖怎么样？身不由己。撒该身材高还是矮？矮的人有自卑感，穿衣服在哪里买？童装部。到了冬天要吃中药，转大人，对不对？回答我，对不对？请问自卑正常还是不正常？不正常。没有学问该不该自卑？不应该。王永庆有没有什么学问？没有。请问你身材矮应不应该自卑？不应该。家里没有钱应不应该自卑？回答我。秃头应不应该自卑？不应该。秃头有没有好处？你来秃啊，省水省电省时间省钱省洗发精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头发跟头脑哪个重要？
笨蛋，两个都重要。你晓不晓得上帝喜欢秃头的？你们不晓得啊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头发我都数过了，他喜欢哪一种人？”回答我，秃头的，大家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我在说，秃头人比较圣洁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大卫说：“我的罪比我头发还多，所以头发越多的呢？”大家说，阿们。我们不应该自卑。撒该有没有自卑？有。我有没有自卑？有。8岁我就看不到爸爸，我是半个孤儿，我功课很烂，中学读了7年，留级1年，补考5年，班上43个同学，我第41名。人家问我第几名 ，I was number 3。走了以后说 from the bottom。撒该自卑，撒该有没有好朋友？没有，只有什么朋友？酒肉朋友，同意吧？同意吧？撒该有没有钱？我们华人说有钱能使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如果真的有钱能让鬼推磨，我就花钱让鬼去推磨，不要让他来害人。Money is everything. No, money is nothing. 钱能买来健康吗？不一定吧，你不能说不能，说不一定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严凯泰他的家产4000亿台币，54岁食道癌就走了。钱能买来平安吗？回答我，不一定。你现在觉得郭台铭很平安吗？最近股票大跌，同意吧？对不对？走在马路上，人家问他，请问你现在几点？他5800点。人家问他几点钟，他5800点。万般皆下品，唯独血压高。钱买不来平安，同意吗？请问习近平最近很平安吗？这个武汉肺炎说不定要他整个被推翻掉，不知道。连教宗都得了武汉肺炎，心里没有平安。钱买不来快乐，钱买不来喜乐。我中学打篮球打到师大附中的代表，好不好？全台北市中学生只选上1个台北市代表，中学生就是我1个人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当天晚上自由杯的冠军，几百个女孩子，绿衣服黑裙子，哪个学校？范大林加油！我当年长得仪表、风度、玉树、潘安、英俊、人健。大同电锅打完篮球，上面月球，下面篮球，虚空的虚空。我初中开始放瓶酒在床底下 ，whisky brandy， 醒来就喝1口，戒酒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打麻将快不快乐？自摸1条龙双龙抱，主啊保佑我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双龙抱1/10你抽头，对吧？我不快乐。武侠小说看不看？射雕英雄传、降龙18掌、笑傲江湖，我全部看遍了，不快乐。热门音乐我唱 Elvis Presley、Paul Anka、Johnny Mathis、Nat King Cole， 我全部会唱，不快乐。亲爱的弟兄们，钱买不来快乐，钱买不来平安，钱买不来幸福。请问撒该的婚姻幸不幸福？回答我，他是众人心中的出卖老百姓的奸细，他替罗马政府做事情，他是犹太人，抗战的时候替日本人工作的汉人叫什么奸？他是犹奸，卖国贼。他太太走在马路上，敢不敢说我是沙太太？敢不敢？一定戴安全帽、戴口罩。他的儿子会说撒该是我爸爸，会不会？回答我。他的家庭不美满，他的朋友只有酒肉朋友，他很孤单，他很害怕，他很软弱，同意吗？大家说同意吗？撒该是很多人人生不如意的事，快点嘛！家家有一本醉生行尸，你们台南有没有这种人？多得很呢、你走在马上随便问，你家爸种啥？捆嘛，你捆了呢？过去啊嘛，假料呢？过捆嘛，跟哪一种动物一样？何必骂自己呢？
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情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但是人就不长久，哎，对不对？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只是悲壮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空空来，我空空回去，对吧？我是天空一片云。快点，你接下面。偶尔投影在你波心，你不必讶异，转眼间就消失了踪影。有没有？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晚上，你有你的方向，我有我的方向，有吧？有没有？大家说，前无古人念天地之悠悠，老树孤藤昏鸦，小桥流水平沙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。哎呀，李敖在死以前写一封公开信，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机里，要不要听？我现在活得很痛苦，我想我离地狱不远了。绝对的无神主义到死会想到地狱。我认他的家庭医生，我跟家庭医生说安排我去见李敖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离地狱不远了，可是你可以不要下去。各位，连摩西形容人生，他替那些没有信耶稣形容人生，要听吗？我们一生的年日70，强壮到80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请问这样的人生健康还是不健康？大家说，不健康。撒该的生活不健康，他希望明天会，所以他在耶利哥做了税吏长。有没有地位？有地位。有没有钱？有钱，但是不快乐，人生没有方向。机会来了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对吧？对吧？在这一天以前，撒该认得耶稣吗？见过耶稣吗？快点！什么过耶稣？听过耶稣？怎么听的？很可能就在路加18章前一章，在耶利哥门口做一个瞎子，整天在干什么？乞讨。突然听见有一大堆的人在经过，而且声音非常嘈杂。谁？耶稣和他的门徒。瞎子就问谁经过，他们说拉撒勒人耶稣。瞎子就大声喊叫，喊叫什么？大卫子孙，可怜我吧！我们不懂什么叫大卫子孙，撒该懂。谁是大卫子孙？耶稣。大卫子孙来做什么？我必须讲到伊甸园。请问天国什么时候开始？要听吗？马太25章，创立世界以前为你们预备的天国。所以天国的一部分就是伊甸园。上帝创造一对男女，叫什么名字？那时候的亚当夏娃没有离开伊甸园，有没有死亡？眼泪、疾病、武汉肺炎、秋行菌虫、非洲猪瘟、秃头，有没有工作？没有。你每天就没有，整天无所有手，然后等死又死不了，对不对？天国里有没有工作？修理、管理、治理，有没有吃的？园中果子都可以吃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长生不老，永远快乐，这是神的规划。但上帝提醒亚当夏娃，警告说：园中果子呢？芭乐呢？莲雾呢？哈密瓜呢？木瓜呢？香瓜呢？榴莲呢？草莓呢？这样我们可以讲到2点。这是拖时间的办法，英文叫 kill time， 对吧？什么果子不能吃？分别善恶。为什么很多人说范长老，上帝让人变成白目白痴？上帝造人时候就把他的属性给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本来就会分别善恶。上帝的意思说，善恶是非，上帝决定。顺天父者昌，逆天父者亡。今天我对台湾的前途非常的忧心，要不要听？我们的大法官已经通过同性恋合法，上帝说同性恋是罪。现在我们的法律原告可以说谎，上帝说说谎的人下地狱。我们的优生保健法部分同意堕胎，上帝说堕胎是谋杀。现在美国的加州要不要听？大麻合法，上帝说大麻伤身体不合法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吗？所以亚当没有听谁的话，没有听神的话，听了谁的话？啊？魔鬼赶出伊甸园，从此以后人进不去了。创世第3章，上帝对亚当说：“我要为你们预备弥赛亚，我要为你们预备大卫的后代，那个弥赛亚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的名字叫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又叫名字叫以马，神与我们。我们华人早就知道有上帝，我们不叫上帝，叫老天爷、天老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顺天者什么？快点嘛！顺天者，逆天者，尽人事，天网恢恢，天行健，人在做，天作孽，你去死好了。天作孽犹可悔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要修呢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秃其头发，对吧？点头，我受不了你。苦其劳其，而人生最高的境界什么合一？可是天无限，我有限；天无罪，我有罪。我找不到路，我找不到路。很多人说范长老信什么宗教都一样，条条大路通龙马，条条大路通天堂，心诚则灵。请问这4个字对还错？啊？心诚则灵，对还错？各位女士，嫁什么男人无所谓，心诚则灵，对吧？回答我，看什么医生无所谓，心诚则灵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看兽医怎么样？回答我啊！我有个好朋友修理我，范哥到我们诊所来，他开兽医诊所，他说我们有 MRI， 有 CT scan， 有超音波，你来照。他把我当畜生，你听懂吗？结果我就跟他的岳父岳母说：“你女婿把我当畜生。”他的岳父说：“我感冒吃他的药。”我给他们加4个字，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蛇鼠一窝，不是条条大路通嘛？范长老，你手机几号？心诚则灵，你随便拨，你找得到我吗？回答我啊！你打119，你找得到我吗？你打到第2殡仪馆，他说还没送来，叫 waiting list， 对吧？打电话要拨对什么？开电视要看对什么道？开保险箱有什么码？通上帝一定要透过耶稣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我耶稣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耶稣，感谢上帝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他为人类的罪，他为我们降生，叫什么节？他为我们降生叫什么节？你也不讲，叫什么节？我们装饰什么树？我们送什么礼物？我们开什么舞会？我们吃什么大餐？我们打什么麻将？你们教会打圣诞麻将的，一面打一面说：“耶稣，你保佑我自摸。”哈利路亚，一条龙，双龙报，1/10奉献，对吧？耶稣变成主头，对吧？他的降生叫圣诞节，他的死叫什么节？复活节，叫什么节？他死在哪里？最后说2个字，什么字？感谢赞美主，上帝用无罪的他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右心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医治。他又从死里怎么样？这叫什么节？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死的还是复活的？全世界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，他的教主是复活的。几十年以前，我代表基督教跟天主教这个红衣喇嘛佛教，我们对谈，我们光头对光头，对吧？我跟新道法师说：“你光头是假的，我才真的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是用刮的，我是自然的。”我还跟他讲 ：“Natural is beauty， 对吧？”他们的教主全部死了，没有复活。我们的主呢？请问你礼物有没有活的礼物？快点嘛！什么宠物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有一天，我的孙子跟我儿子讲：“爸爸，我想养一条小蛇做宠物。”我儿子说：“不能养啊，奶奶怕蛇。”我孙子说：“等奶奶死了，我们来养吧。”
耶稣是活的，每一个相信他的人、接受他的人，他就活在我们里面。我好喜欢一节保罗被圣灵默示写的圣经：我已经与基督现在活着的，乃是上帝在我里面活，带来了上帝一切的丰富。以弗所书说测不透的丰富。撒该听说耶稣来了，好不好？机会难得，欠债消重，心动不如，马上跑到前面去，因为他身材矮，对不对？像我的话，不用跑到前面去，这样看就看好，对不对？跑到前面去，爬上桑树，一个矮胖子，山高的人跑步有没有风险？猝死。第二，爬树有没有风险？爬树会不会被别人笑？注意听啊，他是犹太人中的高官呢。今天如果台北市动物园柯文哲在树上，你什么感觉？不顾别人的耻笑，今天我要认得耶稣，因为他很可能听过，要不要听？耶稣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呢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来的时候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丰盛这个字原文就是卓越、出类拔萃、与众不同。弟兄姐妹们，撒该很可能听过，要不要听？耶稣让水变什么？这下好了，儿子结婚找谁做总务？耶稣听懂了吗？让瞎子看见，什么科的？让瘸腿走路，什么科？复健科，受不了你们这些。让长大麻风得洁净，什么科？感染科，我真受不了你们这些。什么大麻风还皮肤科，求主怜悯。你们教会牧师是谁啊？什么牧师，什么信徒？我以后他也不会请我了，我知道。弟兄姐妹们，甚至让死人怎么样？他到拉撒路坟面前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，出来没？”当场就出来了。我到拉撒路坟面说：“你出来。”他说：“你进来。”撒该听说了，爬上桑树。我今天要认得耶稣。注意听啊，耶利哥全城人都听说耶稣来了，别人是看热闹，他是看门道。爬上桑树，耶稣从那里经过，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平常走路是这样走的呢，还是这样走的？回答我。第一个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这时候对撒该怎么说？什么下来？你又少2个字，我求主赦免你们。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搞的？我忍无可忍了，我忍耐你们到今天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果今天我看有个人在楼上，他要跳下来，我怎么说？人生很可贵的，明天会更好，不要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请问你贵姓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耶稣没有，请问你贵姓啊？姓沙，哪一个沙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常常跟别人讲，我是湖南长沙人，听懂了吗？我就跟他说保持距离，因为他长沙人呢。听懂没有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撒该，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撒该，我知道你的困难，我知道你的软弱，我知道你的渴慕，我知道你的自卑，我知道你的惧怕，我知道你的软弱。He knows everything。下来，给我一个机会拯救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帮助你，给我一个机会改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赐福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的朋友跟你说，你的情况我了解，但是我爱莫。耶稣是全能的，在他没有。感谢主，他的恩典是够用的，而且是恩上、利上、乐上、荣上，活得越长，领得越多。你们都配合的不好，真求主怜悯。当然跟牧师有关系。今天我惨了，中午他要请我吃饭，一定放毒药。什么毒药？掉头发的药。
弟兄姐妹们，看见吗？耶稣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他解决我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妹，快下来！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，不管你的家是大，配合一下嘛，是大，是脏，脏配乱，受不了你们这些。你们这个教会很奇怪啊！不管你家是大，是脏，是东门路，是中山北路，南京东路，什么南京北路？你们这个教会真的本土化，本来就很土。台北还有南京北路啊！我叫你阿嬷，南京东路、中山北路、天津街、北平路，听懂吗？这样我也可以讲到2点，大家听懂吗？不管你家是北港，奇怪，北港在南部，南港在北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管你的太太是美还是猪八戒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家是大是小，我怎么样，我都愿意住。耶稣今天愿意住在你我的心里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1960年9月30号晚上9点钟，我打开我的心，请耶稣进来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人？谢谢主。撒该急忙下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。我们来读第6节。欢欢，他就怎么下来？急忙下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急忙下来？树快要断了，头快要昏了，对吧？脚快要麻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理想可能要麻木了，良心要刚硬了，打铁。感谢赞美主。撒该抓住机会，怎么接待耶稣？4个字。以前再说一次：愁眉、哀声、垂头。现在是欢欢、快快、高高、笑口、春风、神采、欢天、回光。哇塞，反照！你们这个教会真受不了啊！你来参加追思礼拜的，请问撒该什么改变了？生命改变了，哎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背一节圣经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感谢主。撒该的婚姻没改变，但是婚姻的内容改变。他的太太以后走在马路上，我是撒太太。他的儿子改变了，撒该是我爸爸。撒该恢复了做人的尊严。哎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看撒该什么改变呢？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、第7节，我们就不念它了。一起来读第8节，请。撒该第一个改变，注意听，态度改变。以前他是财主，对不对？以前他是税吏长，对吗？哎，对不对？以前他是不是一家之主？现在谁做主？这叫信耶稣。耶稣做主。信这个字，中文比英文好。英文叫 believe， in， 我们中文翻成进入、信入，不懂。中文第一个翻译叫接待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什么他接待他，就信他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神的儿女。第2，信靠。第3，信服。第4，信奉。这个太好了，信这个字就是服从。耶稣是主。撒该站的，耶稣坐的。撒该谦卑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谁是我一家之主？耶稣。我的眼睛为谁看？我的耳朵为谁听？我的脚为谁走？我的手为谁做？我的嘴巴为谁讲？为谁唱？这叫耶稣做主。
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。信耶稣有平安，信耶稣有喜乐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信耶稣怎么叫信？信 ？No， 信服、信从、信靠、信奉。请问你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嘴巴打开，你说呸，怎么样？医生没办法医治你，听懂了吗？耶稣说：“凡称呼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怎么样，都进天国，唯独什么人能进去？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”请你注意听我这段话。我研究台湾教会，很多基督徒、很多传道人，高兴听，不高兴就不听。对不起，高兴不高兴都要听。耶稣说：“到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‘主啊，我们奉你名传道，奉你名赶鬼，奉你名行很多异能。’主怎么说？你们这些不守法的人，不听我话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凡听见耶稣话去行的人，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哪里？风吹雨淋水冲，那房子永不倒塌。我们常讲因信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一半，不要忘记因信行义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感谢神，我刚才跟夏牧师讲，我信主有个好的教会。什么叫好的教会？长辈说圣经怎么说，你呢就怎么做。我认真到现在60年。耶稣是主，我骂人的话我不敢讲，谎话我不敢讲，我敢讲什么？赞美神的话，造就人的话，听懂了吗？听懂吗？我的脚走谁的路？上帝的路。我的脚走什么路？佳美的脚中，那报福音传喜信，他们脚中何等佳美！我走神的路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的，我让耶稣做主。神怜悯我到今天，我信主60年，侍奉主60年，我无缝接轨，信主第2天就侍奉。好不好？撒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请看第8节，大家来读第8节，请。耶稣很可能跟撒该说：“你把你的财产怎么样？一半分给穷人。你如果讹诈谁呢？还他4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耶稣也对我们说：施比受。耶稣在路加6章38节说：你又给人的，人就给你的，用10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倒在你的怀里。亲爱的弟兄妹，没有信耶稣前，我只有一点人的爱。我爱谁？我爱我自己。同意吗？10个兄弟姐妹，我从小我第9个，旧衣服永远我穿，旧玩具永远我玩。我从小恨得我哥哥说大欺小，死得早。我跟妈妈讲，哥哥是你心肝，姐姐是你宝贝，弟弟是你的心宝贝，我是你的盲肠跟扁桃腺。信了耶稣，请问你，我里面开始有谁的爱？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。我慢慢学习，注意听到是慢慢来的。我信耶稣开始1/10的奉献。神有没有报答我们？没有。马拉基书3章10节，你若肯把当纳什么意放在神的家中，使我家有粮，怎么样？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，请福允到无处可容。各位，我就经验了。我慢慢把我的钱一部分给别人，我把我的时间分给别人，把我的衣服分给别人，把我的食物分给别人，把我的关心分给别人，把我的代祷分给别人。我一天为几百个人祷告。你猜撒该从那天开始就一贫如洗，对不对？回答我。以前撒该走在马路上伸手说这个月红包，听懂了吗？现在是你们当中有谁要钱的？你们都不要啊？哇塞，要口罩是吧？
我太太有天常常问我有没有钱，全部给你。我小钱放这里，大钱放这里，听懂吗？而且我的钱放两边，他万一这边被 A 走，我这边还有。你看我这边还有，我这边还有两边，听懂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听吗？60年来，我把我的时间、我的钱分给别人，请问你，我是不是穷光蛋？啊？我在国防医学院团契做辅导，做了50年，我认得医生、护士超过1000个，要听吗？好，有一个牙医帮我植个牙，我多少钱？你做我的辅导不能收钱。我说这样好了，全口都植，不植白不植，好不好？有个医生赚了很多钱，范哥，你到现在还骑摩托车，我前天还在骑摩托车，头发都不会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哈？而且很飘逸，而且比较不容易得武汉肺炎，对吧？范哥，我送你一个全新的汽车，我说不要，先送停车位，听懂没有？因为停车位比较贵，听懂没有？听懂吗？上了飞机，空姐我也不认得，欢迎范长老登机，我就晓得他是什么人，基督徒嘛。以后到了空中，机长请你上去，一看是我的朋友，就把我从经济舱怎么样？变什么舱？乱讲头等舱，你们真的没水准，你们这个教会很奇怪。要听吗？到饭厅吃饭，去付钱，说隔壁桌已经付过了，早知道叫大碗。大家听懂吗？有妈妈到我们家来，要不要听？范长老，我包一些水饺，你随时下水饺。我打开2个冰箱，我跟我太太2个冰箱跟我们一样高，我说满满的，请你下次送冰箱。太太说他会送冰箱，我说没关系，送来的时候请他送房子装冰箱，大家听懂吗？要不要听？大家有没有听过阿玛尼？全世界最有名的西装，要不要听？有一个家庭，我常照顾他们，这天经地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前后后送我的阿玛尼20套，今天不是，今天是定做的。30年了，气质的问题。我衣服穿不完，我拼命送的结果又有人送我，大家听懂吗？而且送我的人那个身材跟我一样，我每天为他祷告，求主让他发胖。大家听懂没有？发胖他就送我衣服，这叫双赢。听懂吗？我肾衰竭，有一个好朋友问我要不要肾，我捐一个给你，我眼泪都流下来。我就问我儿子，如果我要肾，你要不要捐？别人都愿意捐。我儿子说，你找妹妹。听懂吗？他比较年轻。我问我女儿，你要不要捐？我女儿说，侄子更年轻。似乎一无所有，怎么样？样样都有。我10个兄弟姐妹，多不多？我认得的全世界弟兄妹多到我受不了。西班牙一个弟兄就在地中海旁边开个餐厅，范长老你来我就下去帮你抓鲍鱼。温哥华8个家庭，你回时来住，你家就是我家，这叫全家。大家听懂？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没有信耶稣前，我们就有人的智慧；信耶稣以后呢？我们一起来背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至圣者。我吊车尾进到成大，1961年成大最低标329，我329，我数学考1分，要听吗？我信耶稣，每天祷告求神给我智慧，考试时候祷告，主啊，读的都出来，没有读的都不要出来。你笑我吗？那以后你就祷告，主啊，读的都不要出来，没有读的都出来，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当然不对啊！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成大3000个学生选3个品学兼优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校长，我回到附中演讲，校长说这是我们的杰出校友，我肚子都笑痛了，太杰出了。读了初中、高中读7年，留级年，补考5年，结果2大过2小过，写过很多悔过书，后来干脆用抄的，改一个日期就好了。感谢赞美主，请你上 Google 查师大附中杰出校友，有很多类，政治类、科技类，要不要听？宗教类我第1名，
感谢主，上帝可以化腐朽为黑暗变、黑白变、铁路变、高铁。你们这个人反应太慢。自强号变、普悠玛，你们这个教会真上，你们这个教会真的不上道。感谢主。撒该有没有恢复自尊？大家说，我让上帝在我的婚姻做主，我照着圣经经营我的婚姻。我发现我太太喜欢甜言、花言、胡言，我每天对她说。今天早上我4点半起来，5点半离开家，要不要听？她在睡觉，我在她脸上亲一下 ，I love you， 反正不要钱。每天呼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 这跟民进党一样，爱台湾啦，拢是 gay 啊。这跟国民党一样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要求呢，呼口号。林志玲在电视上出现，我太太说她可爱吗？你喜欢她吗？说她好可爱，我好喜欢她。不过拿她来换你，我也不要，反正换不成。大家听懂了没有啊？听懂没有啊？听懂没有？我太太有一天问我，万一我死了怎么办？我说我随后就到。每天想这些题库过日子。感谢上帝，圣经有教我怎么样经营婚姻。圣经有，我们华人说富不过几代。出埃及记20章6节，爱我耶和华，守我耶和华诫命，我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。我从来不相信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如果每一个儿子都成龙，谁成蛇呢？每一个女儿都成凤，谁成火鸡呢？我们因财，感谢神，我2个女儿，我一个儿子，一个活得很好。现在苹果工作，所以我手机是他送的，有没有听懂啊？听懂吗？爸爸，我送你苹果手机，我一把抢来说，你长寿，我享受，对不对？因为孝敬父母长寿嘛，听懂吗？上帝的喜乐，无花果不结果，葡萄树不效力，橄榄树没有橄榄，牛棚没有羊。我靠耶和华欢心，我靠喜乐，我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有头发感恩，没有头发呢也感恩，顺境感恩，逆境呢，因为万事都互相叫爱神的人常常喜乐。凡事今天能来你们教会修理牧师怎么样？爽，对不对啊？我替你们出口气呀！哎，好不好？感谢上帝啊！能够睡觉，感不感恩？我倒头就睡，我太太跟我讲话，第2天全部delete掉，都不记得。感谢上帝，你越给越多。你给人家爱，人家给你更多的爱。感谢赞美主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帮助。我要向山，我的帮助，我的帮助。我第一次陪我的女朋友现太太回家，被她爸爸妈妈堵到。这个男孩谁？团契的范哥哥，以前干什么的？混太保的。哇塞！大学4年不准来往。我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大2，请问你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？有期要2年呢，我就找了个牧师去跟他爸爸妈妈关说，这个牧师拍胸脯说包在我的身上，我给他爸爸妈妈致命的一击。3个月以后写封信来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听懂了吗？事情搞砸了，他爸妈气得要命，你追不到我的女儿，还让牧师来压，就要求他女儿一辈子不跟我来往。我的女朋友答应了，从有期变什么？我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到底他爸爸大还是你大呢？谁大？我记得我小时候赌香肠甜不辣，大中小特大天霸王，有没有听过？我就问上帝说 Who is 天霸王？主的话来了，要听吗？当刚强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啊，10篇27篇，我就写了封情书给我的女朋友。去了以后时辰。有一天，他爸爸妈妈骂他：“我们帮你介绍一个男孩子，1个月3000块，你不要，你要那个1500的范大林。”那时候我1个月赚1500，要不要听？他就哭了，就把他的这封我给他的信给他妈妈看。这封信没有感动他，感动他的妈。1967年9月30号早上10点钟，我跟他妈妈在台大对面的冰店展开历史性的谈判。要不要听？第2个礼拜6到他家吃饺子，2年以后我们结婚。
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给我智慧，把圣经里所有婚姻经营的我全部做。要讨妻子的喜悦，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，听懂了吗？妻子跟丈夫不可分开，暂时分房可以。妻子要满足丈夫的性方面的需要，先生要满足妻子的需要，这些我们就做。我们结婚今年50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觉得明天会更好，真的。撒该的眼光改变了。刚才诗班唱这首真好，我们有上帝的眼光，我们看见世界怎么开始，我们看见世界怎么结束，我们看见了新天新地。科学家说大爆炸，科学家永远不能说大爆炸以前什么。上帝说那一个自有拥有的创造了宇宙。世界上是有道理，我们有真理，同意吧？同意吧？人只有人的生命，我们信耶稣的呢？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医治。我今天没有时间，我很想跟你们分享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被武汉肺炎感染？圣经都有。2012年我去厦门讲道，厦门人讲什么话？快点！厦门人话，那彰化人讲彰化，厦门人讲厦门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闽南话。我嘛是台湾人嘞，我领台湾水，我叫台湾米，我家讲台湾人了，我爱台湾呐。大陆人很喜欢我讲道，要不要听？我碰到什么人讲什么话。碰到四川人，跟老子转毯子，人家再不开枪我就开枪了。碰到上海人，小家弄爸爸弄，没得马他弄。碰到山东人，你山东啊？哎，山东，俺是孔子同乡啊。我最近跟一个92岁老先生传福音，不要鼓掌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要不要听？他是山东人，我用山东话跟他传福音。你要信耶稣啊，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啊！我讲完以后，他说你是鲁西的，有没有听懂？他说我山东西部的，我根本没去过山东。大家听懂吗？所以厦门的弟兄们很喜欢我，3天讲6场，每一场2个钟头。我72岁了。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变10场，讲得我精疲、汗流、两腿、眼冒、口吐，第一排都不坐人了，牧师是勉强坐那里啊，牧师手还这样的，求主怜悯。讲得我精疲力尽。2月11号到马尼拉的华侨全部是闽南人。2月12号礼拜天，女主人给我一罐杨桃汁，1500cc。纯汁，他说你声音沙哑，这是职业病。我因为讲太多了，各位听懂吗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现在不行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你们猜我1年讲多少场？我白天上班，晚上讲到，你们猜讲多少场？猜对的话，我头发送给你们1根。大家猜嘛？多少？我1年讲600场。我下了飞机讲完就上飞机。要不要听？女主人给我杨桃汁，喝了杨桃汁就挂了。杨桃汁里面有神经毒素，如果你的身体疲倦、生病会致命，健康没有关系。我不知道，礼拜天喝了，礼拜天晚上回到台北，感谢主，第2天早上去医院抽血，我发现我没有小便，不是排不出来，是没有，我的肾坏了，我不知道。我去抽了血。感谢主，抽完血碰到我的医生，从来没有在大厅碰过，以前在诊间。请问你谁的安排？上帝。殷伟贤殷主任现在是正兴的副院长。我说殷主任，我早上来抽过血，可不可以下午来看？我们通常抽完血多久？1个礼拜。他说你下午3点半来，我在诊间，我去了，他在看电脑，神情非常的严肃。有没有头昏？没有。有没有手麻？有没有脚软？有没有呕吐？没有。我跟马英九一样，我自我感觉良好。马英九这种人讲笑话自己笑，别人不笑的，求主怜悯。大家听懂吗？我们讲笑话自己不笑的，大家听懂吗？我到美国去有一次闹笑话，要不要听？那个翻译不会翻译我的笑话，他说范长老刚才讲个笑话，请大家笑一笑。
他说你的肌酸酐3.6，我上堂讲错了，我讲2.6。肌酸酐是肾功能指数，正常人1.2，超过2就出了问题。我3.6，他说一定验错了，你再去抽个血。5点钟回来，我变成5.1，5就要洗肾，你马上住院，我安排医生帮你洗肾，要不要听？3天以后，我的肌酸酐到了13.2，医生的脸都变成民进党，听懂了吗？听懂吗？后来医生告诉我，范长老，你的肾功能不可逆，一辈子洗肾。我说你不能治，还有谁？圣经起码有10处的经文，我们病可以得医治，我们不去注意它。我注意到了，要不要听？我洗了3次就好了，3月3号就出院，到今天1.2，超正常。谁的医治？上帝的安慰，上帝的盼望，上帝的能力，神能够照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的热情，上帝做导演，你就活得精彩。周润发演了一辈子的电影，只有1部电影得到最佳奥斯卡外语金像奖，哪一部？卧虎藏龙，因为好的导演叫李安。上帝创造了我们，没有一个人一样，同意吧？双胞胎一样吗？回答我。我本人就是双胞胎，我一个双胞胎的妹妹，你猜她跟我长得一样吗？ You are very unique， 你很特别。上帝只创造一个你，上帝创造一个我，对不对？让上帝做导演，让这本圣经做剧本，每一个人都活得精彩。感谢赞美主。撒该从此以后受人欢迎。请问你，瞎子是不是耶利哥的贵人？是。撒该是不是耶利哥的贵人？大家说。路加是不是我们的贵人？如果没有他，没有路加福音。你看见吗？旧约里一个小女子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是个外劳，到处爬爬照。她的主人得了乃曼，得了大麻风。主人，我们家乡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，没有执照。以利沙没执照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搞了半天总去了，去约旦河洗7次，气得要命。我们这里有新店溪，我们浊水溪，对不对？最后他家人说不洗白不洗，一洗呢，好了还不说，他信了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耶稣讲道，讲得很长，多少人听到？1万人。妈妈跟儿子讲：“儿子啊，你今天听耶稣讲道，耶稣会讲得长的，所以好的讲员都讲得很久的。”我很谦卑的，传道人当中，全台湾没有像我这么谦卑的。我最喜欢蔡英文，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对不对啊？回答我，对不对啊？妈妈说：“妈妈帮你装个便当，几个饼，几条鱼，对不对？”安德烈说：“小弟，交给耶稣，他天人交战，一个人吃刚好，交给耶稣以后就可能都没有了。交了没？他让多少人吃饱？1万，男丁5000，加姐妹1万，而且带了多少篮回来？这叫打包嘛？哎，对不对？多少？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。我就这样。”我算什么？我常常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主啊，你怎么会用我到现在？放2张照片给各位看，好吗？第1张，请同工放出来。简英才，1985年，淡江大学校园团契福音营，5天前4天别人讲，也简英才说他昏。他就打电话给妈妈说：“我要回家，受不了这个讲员讲的我听不懂。”妈妈说：“再等1天，第5天是我讲，要听吗？”他睡不着。我讲到当然有技巧的，要不要听？哈利路亚！你怎么睡呢？大家听懂吗？
刚才有没有人歘一下？用技巧嘛，大家听懂吗？连保罗讲到一个年轻人叫右腿骨都从楼上摔下来，听懂吗？后来保罗让他复活了。今天谁听我讲到摔下来，我绝不让他复活。我说平平安的去吧，听懂吗？他妈妈说再等一天，第5天我说信耶稣很好，你怎么知道？各位，这杯水好不好喝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？这个食物好不好吃？你怎么知道？吃吃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房子好不好住？你怎么知道？有试住啊，林口养生村都可以试住的，对不对？回答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说一遍，食物好不好吃怎么知道？试试看。电影好不好看怎么知道？看看看，对吧？那信耶稣好不好？他信了耶稣，你猜从1985年，我最近请他到我的范大灵会客室，你猜他从1985年到现在，他向多少人传福音？大家猜猜看，听我第1堂讲到不准猜，你们猜猜看。第2堂我们讲到3点好了，谁回头看钟，谁变成岩柱？你们猜他向多少人传福音？大家猜嘛？啊？以前新生儿科，小儿科还小一点，1万太小太少，10万太少。啊，我也没问你蛤蟆怎么叫。你们这个教会很奇怪啊。有个老人家，人说老人家蛤蟆怎么叫？他说啊，那个说标准答案。50万，请问你，我是不是捡英才的贵人？是，我想不到。再看一个照片，我左边这个人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2014年，我在华南银行，我太太在里面办手续，我在外面把风，听懂了吗？这个人跑来找我，也不认得。范长老，可不可以为我做祷告？可不可以？闲的也是什么呢？就为他祷告。什么事？脑瘤，希望得医治。旁边有块地，300平，一堆的4楼的老房子，20年都更没有成功，因为什么户？你可不可以为这2年4祷告？我说可以，为他祷告。2016年碰到他，要听吗？我说怎么样？在一个婚礼里面，他说范长老，你认得我？我说我记得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脑瘤得了医治，房子盖起来了。我说你的都更成功了，我的都更到现在还没成功，要不要听？前年的7月，我在教会讲这个见证，他坐在最后一排，要不要听？我没有注意到他来了，要不要听？我刚讲完这个见证还没讲完，他站起来说：“你讲的就是我。”我这辈子讲到没有人来闹场的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弟兄你们好奇怪哦。我只是一个小咖，真的，我是个烂咖，书读的那么烂，品格那么烂，家里没人喜欢我，充满了自卑。上帝做主。最近碰到个前2年碰到年轻人，范长老，我是某某教会的，我说怎么样？少精症，精子太少，没有办法怀孕，为他祷告。最近超音波寄来了，要听吗？双胞胎。我说你要送我2盒油饭，听懂没有？我最近问年轻人祷告，要不要6胞胎，6盒油饭？他们说只要1胞胎，送你6盒油饭。我到处招摇，爽！上帝竟然可以用我这样的小咖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我的听众年龄最小的初中生，太容易信主了，要不要听？小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下地狱的，请举手。没有是吧？都到前面来，就解决了。遇见人生的贵人，耶稣是贵人，在他没有，你只要让他做主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，好不好？
我肾衰竭得医治，心脏病、血管堵塞，没有做支架，没有做气球扩张。20多年以后，医生帮我做电脑断层，说全部通了。教会人不相信，说你到底喝了什么？我说通乐。还有人问哪一种通乐？我说厕所跟浴室的 50-50。上帝的医治，上帝的帮助，上帝做导演，你就活得精彩。最后再问，有没有人希望活得长寿？回答我，延长寿。因为生有时怎么样？上帝早就定好了，可以延长。要不要听上帝的话？箴言4章10节：我儿，你若听受我的命令，就必延年益寿。从小算命的里面有邪灵，说你活不过65岁。我今年79，好不好？我的哥哥93，我们家7字头就剩下我一个了，都是8、9的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听懂吗？上帝可以让我们延长寿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让耶稣做你生命中的贵人？要不要你成为别人的贵人？你家里的贵人，你朋友的贵人，台湾的贵人，世界的贵人。我每天祷告，让中华民国台湾成为耶和华为神的国家，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好不好？愿意成为别人贵人的，愿意让耶稣做贵人的，请举手；不举手的秃头。不准放下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跟我一起说：亲爱的耶稣，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谢谢你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。今天3月1号，请你住在我的心里，赦免我的罪，给我新的生命，让我从今天开始成为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亲戚、我的邻居的贵人。谢谢你赐福我和我的全家，婚姻、事业、家庭、灵性、学业都蒙你的保守，赐福我的教会成为别人贵人的教会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